各位牧长、各位同工，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我个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花莲港教会的林伟道牧师。很开心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要谈到的是，我为什么要参加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这样一个的计划。那在讲这个计划之前，我稍微介绍一下，花莲港教会是在台湾的东部花莲地区的一个历史很悠久将近132年的教会，可以说也是马偕所设的教会之一。那常常我们会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教会、老树，它有办法再发出新的芽吗？难道老树就这么困难能够发芽？所以呢，当我要参加这样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的时候，常常也有人会问说，那参加这样子一个计划，教会就会增长吗？但是什么是增长？那什么又是转化？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提到的这样一个老教会，它过去有许多历史的包袱，无论是好的传统传承，或是说有一些已经改不了的习惯，都会有。那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包括花莲地区所有原住民的这样子的福音传递，也是从花莲港开始的。所以呢，我们过去可能会有很好的信仰的见证，但是如今因为教会老化年长者居多，那年轻人都到外地工作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牧者在这样子的教会牧会的时候，就会常常碰到一个情况：要钱没有，因为人都外流；要人也没有，因为都是长者，年纪大了也做不了什么。那就会想说，那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是有什么好的方式，有什么好的工具，能够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来牧养？有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无奈跟很大的无力感，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困难。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坚持下去。但是感谢主，在几年前在11、12年前，我有机会来知道了夏中间牧师的福音协进会他们所推动的这个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这个计划让我看见一个新的希望，就是透过芥菜种教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可以让一个牧者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的信息能够很有系统的，无论是从旧约从新约都有一些平衡的讲道之外，精简的讲道，或者说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的家庭的讲道，或是心灵各方面的，都是一系列一系列。而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生命的不断成长，一直进步到可以侍奉。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很有系统的每个主日讲道，包括周间的实践，包括每日的灵修，包括小组的聚会，都环绕在同一个主题。这样子每个人在一个礼拜当中都浸淫在一个同样的讯息里面，而不是牧者随着感动这礼拜讲什么，下礼拜讲什么，而没有办法很系统的得到建造。那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芥菜种也有提供非常多的资料，甚至有一些书籍，甚至有一些做法。那因为像我这样子一个老教会老人家居多的时候，并不一定有办法全然的跟着这些方法，所以呢，我还是也要自己做变通。所以一个计划给你，你可能
也是要稍微要去做，依你自己的现地，你自己的教会状况去做一些调整。有时候穷则变，变则通。像每天的灵修当中，我就用一节这礼拜讲到的经文给信徒抄写。今天的感动是什么？回应是什么？每天这样子抄写，信徒也一个礼拜就可以抄了365节的经文，这个对信徒也是很大的帮助。那有时候我们会讲忍耐到底终必得救真的可以得救吗？或是忍耐到底终必可以成功吗？我想芥菜种子教会转化计划不是包你成功，或是你做了这个计划，你教会就可以增加多少人改变多少，奉献增加多少。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点，而是从你的生命的最基本。芥菜种是非常小，那个微小的粒子，可是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那就是生命的质变。所以芥菜种计划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生命不断质变。或许我们牧会过程当中看见教会好像已经跌到谷底，已经好像一个困境当中，可是我们更要有一个盼望，就是已经到谷底，它就是开始要往上爬的时候。所以不要绝望，有时候我们要更多的透过坚忍坚持去让所要进行的来看见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你要推芥菜种计划，或是你要推幸福小组或其他的任何计划，事实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祷告。你个人的祷告不够，你的同工同伴的祷告不够，你的信徒祷告不够，任何的计划都会失败。所以祷告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只有祷告可以看见这些复兴的来到。所以你要参与芥菜种计划，我鼓励你用一段时间好好为这件事情，为你的同工，为你的长子来祷告，让他们跟你有一样的心志。那我要简短的分享几样我为什么我在参加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当中我所得到的一些帮助。那做任何事情我们当然会希望得到一些好处，那无可厚非，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你想从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个人有几样的分享。第一个，我从芥菜种计划这一整套的系列执行了2轮，一轮5年，2轮我至少执行了10年，再包括现在的增肌减脂教会的小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教会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有大幅度的成长，但是我可以看见我的教会不再老化，我的教会不再是死气沉沉，我的信徒从那些对信仰生命无关紧要，不要不紧，到现在经过这样子一直的磨练，一直训练，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跟改变。我想透过芥菜种计划，我可以在我的讲道、我的牧养方面得到很好的资料帮助，而且但是要知道，这些不是让你照着用，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好像炒菜给你的那些材料，油米这是油醋酱这些酱料，还有这些菜，但是怎么炒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好好的去运用，而不是照本宣科。你需要做的是，在这样过程当中，你更多的内化，成为你自己教会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芥菜种教会参与的这些教会我们也提供了很棒的互相的连结，无论是教派之间、教会之间，我们都成为很好彼此的帮助包括像我是就是火罗朗的教会，那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有不同的这些族群的教会，我们透过芥菜种，我们成为
彼此互相支援、互相关心的同工。有时候需要原住民他们的舞蹈、诗歌他们的特色，他们可以来支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计划或是好的资源，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所以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那透过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当中，其中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或是说有一些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也好，我们都彼此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经验，包括从领袖高峰会那些成功的优秀的领袖他们所分享的，或者说从其他国家或是从其他地方都有很宝贵的经验。透过芥菜种教会转化计划，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新的观念，无论现在社会上企业管理的观念行政管理的观念、媒体的运用、科技的运用各方面，事实上芥菜种的这些牧者同工，他们都走在时代的尖端，甚至邀请许多在社会上的精英来教导我们这些牧者，能够更多的在教会管理、讲道多元小组经营上面有很好的资源提供。芥菜种教会也可以透过参加这些1313教会转化小组领袖高峰会，或者参加宣教的年会等等活动，这些都在救助学会的带领之下，让那些原本已经疲惫不堪、已经软弱无力的牧者，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大家一起的成长，得到重新的力量。透过这样子芥菜种的计划，也帮助了很多偏乡弱小没有资源的教会，他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计划，在他们最不足的时候，还可以怎么样能够得到其他的帮助，也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刚才讲的这些讲道资料，可以对这些刚牧会的年轻牧者，或是说资源缺乏的牧者，他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让他们的讲道能够更快的做好准备，或者说可以更有效率。也透过这样子当中，或许已经帮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小组资料、查经资料，那让我们多出来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去关怀我们的信徒，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做其他的培训，或是其他的这些宣教所要做的事工。那透过这些地区，或许执行个2-3年几年之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区，我们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成功的牧者，他们可以成为种子老师，或者他们可以成为陪伴的同工，来帮助我们帮助那些刚要起步的，或是需要帮助的，那彼此成为属灵的同伴。因为我们常常说，牧者有同工有会友没有朋友。牧者有会友没有朋友，因为很难把会友当朋友。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在不同教会当中的牧者成为同工，成为朋友，成为属灵的同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可以看见一个牧者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突然会发现，原来我们不孤单，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是同为一体。而越弱小的教会，在比较大的教会扶持之下，他们更有力量。而更多的弱小教会彼此之间的连结，也会发现原来不是我自己是这个情况，还有更多的牧者，他们同样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们仍然继续坚持着，他们仍然努力着。所以透过芥菜种教会，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不一样，可以带来改变。那不是因为芥菜种教会多好，是因为我们自己愿意去改变，我们愿意去努力学习，我们愿意挑战自己。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很笨，什么都不会，可是透过芥菜种教会，我突然觉得我变聪明了，因为这些带给我的无论是各方面的资源，或是其他牧者的同工分享，让我从他们当中得到智慧。
有时候我觉得很无力的时候，一想到有其他的牧者，他们也在艰难当中，就会重新得到力量，因为我们都是同工，我们一起彼此代祷，加入芥菜种的计划，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去期待我们的教会有新的复兴来到，所以鼓励我们不要迟疑。或许你可以跟你的长子同工一起祷告，你可以跟你的信徒来宣扬，或是让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期待跟盼望，建立共同的意向，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复兴就要来到。愿上帝赐福你，愿上帝大大的兴起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成为他所用的基督的精兵，福音的勇士。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